再来到台语沙龙当中吼，咱各位因为是即个拄好，毋是拄好，无拄好，买当讲拄好，买当无拄好，有即个数字事件吼，当然还有分析其他的事件，拄好你导演吼，拢做毋知几档吼，就是讲你记录即个。有关即个数字市长事件吼，一寡人物啦吼，所以有做即个纪录片，等下当看来一部分嘛吼，也是底版的。无应该无都看到完整。无啦，上底版对。底版有啦。有啦吼，好，安尼咱就即个来请数字事件纪录片的导演吼，李慧仁导演是诚有名的导演啦吼，有足侪片咱之前有看到，包含咧记录传递记录吼即个足侪议题，伊拢即个深入的即个记录吼咱来听伊安怎来讲伊咧做即个纪录片的即个过程吼。感谢咱拍鼓啊，欢迎。谢谢各位老师，多谢大家吼，毋知10八岁吼。是安尼啦吼，因为我即个纪录片数字即个事件，本来叫做内枪100啦吼，迄当阵阮含迄个冯先生，阮做伙本来要拍迄个片，但是尾啊，因为先生讲伊想要用黄金的角度来讲数字事件，我感觉迄是真好啦，但是条件嘛真大，先生讲伊想要试看嘛，所以尾啊我就。互伊较大的空间，我就无该做迄部片的导演，所以我就开始就要拍风吹，因为我对 Peter 即个人物，Peter 为虾米要亏钱？即过程我感觉是足重要的，一般是台湾真重要的一段历史啦吼。所以迄当初我伫咧新店Peter 较早新店的厝的时阵，伫咧册房内底咧厨房内底，Peter 我看到 Peter 有两个风吹。两个风吹当紧一个写张胜文，一个叫做朱阿嬷。大家知影张胜文是啥人吼？大埔事件的张耀坊叫张胜文，朱阿嬷含张胜文、张大哥伫迄个事件尾来，因两个拢过往去。所以人阵批着做两代风吹，迄风吹阿嬷细汉做的风吹完全拢无相像。我较早细汉做的风吹是四角形，有三粒尾溜嘛，有两边一条下骹一条尾溜，安尼较好控制嘛。我甲批着讲。Peter， 你这风吹互我做，风吹哪拢无相像，你干两支笔啊，就是一个塑胶底安尼就会使飞去。我讲哇，安尼真出名的，敢好控制。Peter 讲，这无啥好控制，但是伊做的风吹项较无相像。尾啊 ，Peter 讲我明讲带你来放风吹。所以为虾米讲为用风吹一部片来讲 Peter 的人生包括讲市长等等安尼啦吼，是因为。咱拢知影风吹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一个总和，到回提点。我嘛期待讲用 Peter 做的代志，不管是市长还是讲为美国为加拿大回来的时阵，然后做理论单位，可以映照出台湾历史民主发展的过程安尼。我是想要往这个方向来讲，所以叫做风吹啊。所以今仔日阿辉讲因为迄个风吹应该是他年底该完成，因为迄部纪录片是讲 Peter 嘛数字只是 Peter 即部纪录片的一个部分，也未全部。然后东吴大学陈俊宏，伊拄仔买写 Peter 的口述历史，所以应该伫咧模拟数字进行口述历史的册项，也上纪录片拢会使出来。咱若透过册和纪录片，就会使看到 Peter 足立体的，这个过程大家拢会使看。即摆这是阮刷来我甲 Peter 讲无用了，阮开始就要努力，就是要做这个代志安尼啦所以我为虾米讲风吹其实咱拄有讲到风吹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一个组合啦所以拄阿辉老师讲，你今仔敢袂才看到风吹，有人敢看到片花尔啦所以我是毋是先互大家看一下迄个风吹的片花最后简单的只是这个设计台湾人，这风吹这风吹呢，真正不你别的有什么品？
超稳定。国立政治大学今天举行创校85周年校庆，也首度颁发杰出校友奖。5位候选人当中，又以1970年曾以留美学生身份刺杀时任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未遂的新闻系系友黄文雄最受注目。政大新闻系系主任林文辉说，黄文雄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人权斗士，获颁首届杰出校友，当之无愧。因为我是系主任嘛，在开会的时候。 马上行政大楼电话来了，请求支援啦。OK， 因为那个公关访问新闻就讲说，书都来了，实体部都来了，就说你要出来讲，然后还是得出来讲话。讲话我当然讲一些，就是说 Peter 的这个对人权方面的贡献啊，尽量不愿意讲那一段啊。可是人家记者也会问啊，你不讲人家就不写啊，人家就问啊，问的时候也只好讲说他是先行者啊。OK， 你以前看他是怎样，可是如果没有他们那批人啊，台湾民主党现在可还很短啊。 今天我们高兴邀请到1970年420赤脚行动当事人 Peter 黄文雄与郑子才先生莅临现场，我们一起用掌声向两位台湾英雄致敬。我们同时也请 Peter 先上台跟大家说几句话。因为实体店的80几个啊，所以啊。 是爱两个因为有太多人把视角放大，所以我不是演讲的时候讲说，如果从这个宏观长期的观点来看，赤脚不过是比较早有的一小步而已。我说在不平凡的时代，很多平凡的人也会做不平凡的事情。事先就有朋友在外面警戒，然后所以我就跟父母见面了，然后其他一些事情我不记得，我最记得是。 那天晚上，我到旅馆外面跟警戒的朋友抽了几根烟，说，然后那时候已经很晚了哈，3、4点吧，3、4点，然后我就突然受不了，我就爬到我爸爸妈妈中间睡在那。 就像小时候一样。我先不见。现在很多人都记不起脸孔也不记得是谁了。 这是风吹的片花啦吼，因为这部片会和公司台语台合作，伫咧明年应该会完成一个有2个版本，一个差不多50分钟的版本，另外一个是90分钟的版本，吼，会再完整来讲彼得伊做的代志和伊的人生啦吼。咱讲到风吹吼，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咱就知影讲，迄当阵很多时候咱就讲，伫片花内底有讲超稳定结构，我和彼得拢来讲。 超稳定结构，就是彼得一直讲，迄当阵伫咧数理时是为虾米要拍切？因为要拍破国民党的超稳定的统治、独裁统治了吼。所以咱拢知影讲，
，Peter， 咱就讲为什么超稳定统治结构？咱其实吼 ，Peter 迄当阵伫咧1970年迄当阵拍册，但是咱知影讲，白色恐怖时间伫咧台湾足长嘛，几落10年咧，大家拢捌看过返校的吼。迄部片伫咧几年前返校迄部片，迄当阵伊讲的是讲一个处于台湾争取自由的过程。啊，迄当阵吼，伊故事伫咧设定伫1962年、1962年，吼，迄当阵。伫咧片内底吼，真侪少年仔看完迄部返校了后，就感觉讲，敢有真正遐严重？片内底吼，咱讲到啥物？有人讲哦，即部电影实在是有淡薄仔夸张，安那夸张呢？因为内底吼读书会，咱看到返校老师开一个读书会，爱看册，读啥物泰戈尔的诗集，结果宪兵就冲去吼，内底开始抓老师。结果老师要走的时阵，宪兵伊9人那个3.38走人手枪退伍的老师给打死，吼，咱有看到迄，伊佫就真侪少年仔，伊无经过迄个时代，伊就感觉讲，较有可能安尼。啊，台湾敢真正是安尼，读一下册读书会，即敢有啥无啥安尼，啊，就可能被宪兵枪杀，吼，真侪人毋捌伫咧迄个白色恐怖时期经过，咱毋知影迄当阵到底有无。啊，我呢，我是1969年出生。我到头读高中1年啊，迄当阵吼，高中3年啊时解除戒严，解除戒严。所以我是经历过那种威权的尾巴，但是我家己嘛有拄过淡薄仔迄种感觉有啦吼。所以咱拢知影讲，1963年东泉岛吼，东泉岛。咱就讲迄部片，反正是1962年。恁大家手头拢摕到1963年的东泉岛吼，Peter 写一篇文章。我感觉讲迄篇文章吼，你会使看了后，你会使看到讲 Peter 伫咧迄当阵，也是讲某迄个年代，吼，伊伫咧做兵的时拄着的代志。啊，其实你嘛会使迄篇文章内底，你会使看到 Peter 做机智的部分。哦，所以这部片内底吼。我伫咧等 Peter 风吹，但是我看到 Peter 做的代志，我嘛看到 Peter 的机智，伊做代志做有计划。因为我今仔日演讲，我们是试着讲用我家己的生命和 Peter 的生命，然后总会有交集的部分来讲这个故事啦吼。那伫咧1963年 ，Peter 迄当阵伫咧东泉岛，就是即摆东莒啦吼，伫遐做兵的时，会做迄个叫做排长，吼，预官排长。迄当阵呢，咱知影部队内底足侪原住民朋友 ，Peter 就讲交代内底讲绝对袂使欺负原住民，因为伫迄当阵其实咱看到真正原住民是被歧视的，哦，Peter 就要求讲袂使欺负原住民。另外一部分，因内底有一个迄个原住民要转来台湾，伫咧新竹要办代志，Peter 就甲伊斗相共，然后拄啊 Peter 去斗。坐爸爸的车，然后去处理足侪代志安尼。所以伊会协助原住民处理真侪问题。所以 Peter 伫咧做兵迄个时阵呢，伫咧东泉岛，迄原住民的朋友大家感情拢足好，大家拢足介意 Peter。但是即个时阵呢，咱拢知影讲伫咧迄时阵吼，是不能集会结社，白色恐怖是不能集会结社哦。咱看到返校内底迄老师开读书会，就是非法集会结社。为什么他们反对集会结社？其实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款，共产党基本上袂使非法集会结社的。共产党因伫教会内底也没有所谓，真正教会你真正合法的教会内底主教像讲共产党决定其他嘛我都叫非法教会、地下教会一直掠。为什么？共产党就是讲你聚会内底，你若去看参加崇拜聚会时，你就会形成一股反动的力量，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摕到政权嘛，所以嘛惊讲这人变成了反动的能量安尼，所以一直拢反对。伫咧迄当阵，当然嘛是安尼，所以因为 Peter 和在原住民的迄个名啊，士官真好，所以有人去密告讲 Peter 要伫咧部队内底开课，开啥物课？讲有像款啥物，不管是我学的物件，啥物甲你教即个代志安尼。即摆无啥物嘛对无？大家作为学生哪有啥物？
但是你想看卖啊，1963年，咱看到返校是1960年，同一个时代哦，差不多前后迄几年的时阵哦，迄真正会出代志的。你看到，或者读书读册话，读一个泰戈尔诗集，就讲天边掠去讲青山，因为啥物泰戈尔伊是左派人嘛。伫咧迄年以来，你左派就是共产党，就是台啦，嗰边都无安尼啊。所以当彼得要开课，有内底人家讲，拜，即摆迄个政治辅导员讲，可能查你哦，这事件啊，真正去查，会足大条的。如果是你拄这个代志，要安怎？伫咧年代，但是彼得吼，伫迄当阵吼，用足机智的方式来化解这个危机。伊就想几落工，要安怎？即摆政治辅导员可能要搞我查。我要怎么样避祸？我要怎么样解决这个危机？所以彼得尾啊，吼，伊做一个代志，伊写批，互老师，伊当初是来研究所1年级嘛，伊做批嘛，伊写批互迄个政治大学的老师、修理研究所的老师，迄老师都是党国大佬啊，马兴野啊、曾虚白啊，等等遐个人啊，所以彼得呢，伊就写批和老师来讲讨论研究论文。啊，为什么彼得要写批？咱知影讲，迄当阵你批讲会听检查，所以遐个人政治指导员遐个人就会听你批，就知影讲，你写批互这个老师，这个老师是党国大佬。尾仔迄党国老师啊，回归互彼得时拢干啊，用为雄无帝，来称呼彼得安尼啦。你若政治指导员，这党国大佬，讲这黄文雄讲，叫为雄无帝。因可能关系足好个安尼啊，因嘛会看到嘛，是毋是？佮有师母呢？寄包裹来互老师，佮彼得，伊就感觉讲，这真正这人无啥简单哦。如果你真正为着业绩啦讲要掠这个人，是讲要甲陷害，你看到安尼，其实你会小可，你会想，OK， 我是毋是敢真正安尼做？会想较济啦。所以尾啊，你看到。1963，你拄仔摕到迄个文章，彼得写迄批评文章，东泉岛迄个过程，你就知影讲，彼得拄着代志，伊是安怎化解？为这个代志，其实你嘛会使看到彼得做这个运动的时阵，包括试酒，包括尾来做人权运动的时阵，伊做足侪研究，足侪方式，伊事先拢安排好势。这彼得的性格。其实你若为伊国小开始，读初中的时候开始，所以咱风吹无面，咱会看到彼得伫咧细汉的时阵，安伊的一寡行为，你使开始慢慢看到他为什么尾来做这个代志，伊性格看会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所以尾啊，彼得呢，要退伍的时阵啊。伊尾啊考绩优良，还被指定为退伍预官的代表。原本是可能有调查但是用基资料变成那个什么考绩优良，被指定为退伍预官代表。这个1963东泉岛迄篇文章真出名，大家使看一下安尼啦讲到我啦其实我和彼得嘛有淡薄仔。时代有淡薄仔交叉，虽然我讲1963年，Peter 是这边嘛，我是1969年出生，我伫1985年，这一定是离 Peter 离返校迄个年代，1962、1963 Peter 这边的时阵，过来10几档伫威权尾巴，解除戒严迄当阵，我是读中华的金城中学，迄当阵我读高中迄当阵，因为我住中华鹿港嘛。当阵我尾啊要去开始，阮母也讲你读精神中学，莫去读中中，因为中中可能无管像精神遐强，因私立学校嘛阮母也讲你读精神好我读初中毕业，高中毕业了后，想讲要读高中，所有的人尤其是查某囡仔，上想要做的代志是啥物？住伫外口，我袂住伫厝内。伊住伫厝内，第一位国小开始到高中，互阮老爸老母管甲安尼面去对无？所以我就甲阮母讲，
我若去中华读册吼，啊，我为着港坐车坐到中华，安尼拢差不多40分钟，有当阵车慢分变做1点钟，来回就2点钟。啊，若无安尼好嘛？你是毋是互我住伫咧中华？我住伫咧中华时阵，我每一工会使有加2点钟和同学交换讨论功课。我甲阮母安尼讲，阮母也讲你先骗笑的，哪有可能？啊，阮母当然知影是我受伤的。啊，尾我就底一直丢啊，就一直扭啊，一直撸啊，啊撸到最后，阮婆讲变啥？你若要住中华会使住学校？啊，尾我就去看学校迄精神，迄围墙足低，一翻就出去了嘛，吼、我讲好啊，住学校好啊，所以我就住学校的时阵，逐工就拢爬树要出去佚佗安尼啊，吼、啊，所以伫咧迄当阵，我住精神的时阵呢，迄当阵学校感觉讲吼。因为恁会好好啊去学习去读册啦，认真读册。啊，你若要食物件吼，就你的3餐拢学校帮你准备，你就交钱。学校的餐厅，你就交一笔钱，伙食费拢交学校的餐厅，就帮你负责你的早顿、中昼顿、暗顿安尼，你拢免烦恼。基本上是真好啦吼，感觉做大心的啦。但是事实上毋是啊，阮交足侪钱的啊，食的菜足歹的啊，吼。迄真正交足侪钱，食菜足歹，啊，要安怎我就开始抗议啊，啊，开始去反映嘛，反映有餐厅无爱操我甲学校反映嘛，反映学校嘛无爱反映嘛，尾我甲学校讲，啊，若无敢袂使，阮莫食，阮无爱食学校餐厅，会使袂？学校讲会使，但是你钱嘛是爱交。我足火大个啊！我讲哪有可能这夸张的代志？所以当初我读高中1年的时阵，我就开始和高2、高3的学长啊，吼学长是开始，阮就去串联讲吼，咱为明仔载开始80卖去食饭。哦，啊，我就开始串联哦，啊串联了后，隔工早起剩一半人去食饭，到中昼时阵剩头10通的，营养一个人都拢无食，阮就开始伫遐串联开始运作安尼哦，都咱含即摆迄大罢免改，管大家去扭啦吼。啊，伊甲讲，咱为虾米要做这个代志？因为咱都爱反映啊，学校甲有法度改变啊，咱嘛希望安尼嘛。其实咱做侪时阵拢是安尼。啊，所以我开始去做的时阵，做到尾来时阵，竟然真正无人去食饭，学校就足紧张的。校长就走来，甲迄所有带学校的人召集起来，讲啊，为虾米你无爱食饭？我就讲啊，因为交足侪钱啊，菜足歹啊。校长马上来讲啊，这个很小事情啊。校长帮你们解决就好，你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读书，考上好的大学，哦，啊，隔工哦，然后这种小事情校长帮你们解决就好，隔工采集然后变就好，马上就变就好了哦。当所有的人感觉讲吼，啊，其实咱只要去争取，咱就会使得到咱应该有观念的时阵，大家拢想讲代志结束，无代志拄开始尔，开始要掠数目啦。掠开始策划的人是啥物人？所以人我就掠去啊！我真正讲掠去训导处吼，就是教官迄个就像返校内底，共款有一个小房间，真正掠去小房间内底，结果掠去小房间内底呢，甲三民主义的训导啊，和教官威胁要甲我创啥？移送军法审判。哇，学生呢？伊讲，即摆还是戒严时期。为虾米？伊甲我讲，你知道现在还是？戒严，但是戒严时期，我点头，我知道。你知道吗？我是可以把你移送军法审判的。为什么？非法集会结社。因为你开始串联遐个学长姐一定超过5个、超过3个啊，非法集会结社，等于你计划组织动物，你就开始搞恐吓。迄当阵读高1的吼。要佮小可讲咱只要去争取，咱就使改变。你无想到讲，迄当阵教官吼，含混都要掠去小房间内底开始搞恐吓。伊就甲我讲，我跟你讲啊，把你移送军阀这件事情可大可小。你老老实实告诉我，还有谁参与这个活动？你赶快讲出来。不然的话，我把你移送军法审判，影响最重的就是你的爸爸跟你的妈妈。
和返校内底一模一样，和白校官感觉一模一样。迄通底价吼，拢是用什么方式？对你心里面最软的那一块开始攻击你。我高中1年啊，听到安尼，目屎都滴落来。我尾有讲要甲有啥物人，我死都爱讲。尾啊，伊嘛是一个一个安尼死过去问，甲所有人拢掠起来。掠起来了，尾啊有移送计划怎么办？无，迄当初一定威权以巴，尾啊无啥。但是最后我的处分是啥？讲赶出去学校啦，袂使搁住学校啦。哦，啊，我就只好逐工头条倒摆去校读册安尼啦。好，其实你看，咱讲到试讲啦吼 ，Peter 伫1970年，我是1985年。你想看觅伫1963年 ，Peter 当阵伫东莒岛。做兵迄当阵，拄着迄个危机，一直到1970年去美国的时阵，读册伫cornell读册的时阵，有啥物拍枪？哦，Peter 讲赤脚是独立。哦，等者我互大家看一片很珍贵的1970年的影像，你详细看 Peter 伫咧迄当阵。伫做这项代志，拍成了后，也神情是多么的震惊。伊和电视台两个人控掠入去车内底，你会使看到 Peter 是非常镇定的。所以你伫短短的一个几分钟的影片里面，你会使看到 Peter 其实对这个拍成这个事件。计划足久的啊，包括 Peter 和因妹妹黄静美，首先一定去勘察过地形。好，我后来看这很珍贵的这段影像。
伊头你敢有看过即马影像？当然有。袂记得啊！大家有看到 Peter 黄伟雄控掠去的时阵，非常的镇定。因为我问过 Peter 讲伊拢记袂好啦，包括讲但是吼，即个过程吼，淡薄仔有一寡重大，吼，原本是地主财应该是袂，若无抢出去，应该是袂讲掠去。啊，其实了伊抢出去了，变啊足复杂的。原本的计划毋是安尼啦吼。Peter 拍成了后，迄当初 Peter 伊就想讲，上歹的状况我就是靠警察断线，已经做好这个准备啦。因为你想看，你举枪嘛，现行犯嘛，警察有可能举枪就直接给断死啊。Peter 讲伊上歹的状况已经做好了。啊，另外，若如果吼无控掠去，吼伊到时阵伊可能若交保，伊嘛是会走，因为要互美国政府含国民党政府歹看。一定拢想好，整个过程拢想好，但是尾仔因提出来冲出去了后，袂拢乱去，即个部分是安尼。但是你会使看到迄影像，足清楚的 ，Peter 是非常非常的镇定，非常镇定。面对你讲开枪，大枪了后，国警察来去遐，遐侪媒体伫遐翕，非常非常的镇定。你会使看到讲 ，Peter 在做代志的时阵，伊是全部规条拢想好要安怎行。跟他整总统想好啊，吼，所以 Peter 讲是讲是独立的吼，啊，但是迄当阵其实吼，有人讲吼，真正有人讲，迄是真正足大的勇气。像之前咱看到讲，真侪人讲 Peter 是台湾英雄，但是 Peter 讲我毋是英雄，迄是迄个时间点，我做提早去做这个代志。所以，伫咧1997年，Peter 转来台湾的头第2年的时阵，迄当阵咪是有采访过 Peter， 吼，迄当阵 Peter 讲过啥物叫做勇气，吼，人讲 Peter 去拍成这代志是勇气。伫咧1997年，Peter 迄当阵有讲，其实真侪人讲勇气是一种心理素质，吼，心理的底下对歹势。Peter 讲吼，社会条件是最重要的因素。为虾米？因为迄当阵，你若讲伫咧迄个年代做对的代志，大家拢感觉讲这是英雄。但是 Peter 讲，迄勇气其实是很真侪社会条件。三星呢，吼，咱来看 Peter 伫咧迄个时阵，1997年来安怎讲这个代志。因为做即款代志，需要伊的厉害性。我伊卖着用。各国的警队，当然啦，迄个积极分子，所以，像迄各国的迄个国别的一寡迄个民族间工作跟人关系，最国这种心理素质，相当是，所以联欢第一内面，在我们做迄个代志，心上继续用。我要讲是讲这。咱普通拢就勇气，看这是一个心理的素质，是逻辑是设计。我咱规定追求讲，迄勇气亲像伊的社会条件，事实上拢是因为真侪咱认为是心理素质、个人的素质，实际伊的社会。你看来讲在跟马来西亚。我知其中有一寡人伫咧警察时代，起码伊无即款人格甲良知咧，吼、我毋是咧批评伊啦，因为人格甲良知，毋是一个心理素质尔，伊有需要伊的社会条件。所以旧界时代，因无迄个社会条件，所以因袂出来做。即摆时代无同款，即个是，这是1997年吼，迄当阵 Peter 接受访问时讲的一段话。迄当阵拄拄着啥物97修宪，吼，迄当阵修宪其实吼有2种人反对，有2阵人反对。
主张台湾独立的人嘛反对，啊主张讲吼含中国吼统统的迄个部分嘛反对，啊有人出来反对啦吼，反对迄阵阵伊较早是无反对，伊敢反国民党，但是尾来反对是因为感觉讲台湾应该爱制宪，毋是修宪，吼因为宪法无你安尼修着拢袂合嘛，所以若就是主张讲爱制宪安尼啦吼，即个部分。是彼得迄当阵，真侪人讲，为什么会做这个代志？所以伫咧彼得拍清了后，台湾迄当阵有一个论述就是讲，因为彼得拍清了后，互蒋经国开始吹台青，开始大量采用那个台湾籍的那些精英安尼，但是事实上敢安尼？我家己认为毋是，迄是因为蒋经国迄当阵面对挑战政权的时阵，伊不得不开始去结合本土遐台湾的少年人，伊迄些夺权的过程当中，伊无法度。真侪人嘛是到今日大家嘛真感觉讲，因为迄切，所以感觉讲蒋经国吼，有一点好讲台湾人为什么要台湾安尼吼，所以伊开始大量用这个部分，我家己感觉毋是。伫咧迄时阵吼，Peter 针对这吹台青嘛，伊嘛有一种的迄个说明，咱会使来看者吼。讲老实，比方我转来了后，有诚侪人就甲我讲，媒体内面也有，媒体外的人，媒体内外的人吼，拢讲加菜当初你拍迄场吼，所以迄个公道不得不开始有吹台青事。台湾话，我的反应拢是，我拢无爱干，毋是无少可能性，对这个可能性我这感觉我感觉真复杂是有原因的，主要就是因为这款无民主化的台湾话是本土化，长期的效应是啥物款，咱唔知。不过第一期的结果绝对是去增强、加强迄个独裁体制。你像本土化实是强力军事式的方式出现。所以第二步你就不得不考虑讲，伊若有加强迄个独裁体制时，是毋是因为安尼独裁体制就较无，你定下来时就较无保护自由，因为较讲。所以因为这个市长案了后，还是本土化了后，有迄款吹台形式的本土化了后，你看高雄事件是迄个时阵发生的，伊甲迄案啊，迄时阵以后发生的，但文成案也是以后发生的，所以我不得不考虑迄个考虑。像样，就是讲这是毋是？因为即款中间即个历史的关系，也就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啦。因为你伫咧历史的迄个所谓洪流啦，你做一项代志出来了后，虽然你做继续做的计算，而你做出一项代志了后，其他足侪因素的概率，甲尾仔出来的结果是啥物款？伊的迄个分切出去的影响是啥物款？这边也是一个个人判断的问题。所以，我实是讲老实话，毋是你听因为每样是历史的，你不得不让你去考虑遐个可能性。以前吼，我家己对这个所谓的吹台情节吼，我其实非常认同迄个看法。真个甲我讲是因为迄前蒋经国开始感觉讲，我应该安怎。事实上，咱看到真侪代志因为迄数理迄前了后，真侪人你看台湾事件，原本可能无判遐重呢，尾判一个愈重呢，吼。你看到讲拄仔彼得有讲到高雄事件、美丽岛。迄个林义雄灭门血案，
陈文贤，伫咱国内哦，伊嘛是安尼甲你恐吓咯。伫国外呢，派乌刀去台江南呢，拢是伫迄数理数了后呢，所以你讲，因开始真正是开始讲哦，要开始含即个台湾好好啊，伫遮经营无，毋是干那为着伊家己的权尔，独裁者就是独裁者啊。哦，这是我家己对这个事件的看法。拄啊，大家看到 Peter 伫1997年迄当阵接受访问的时阵，台语就好听呢。但是你知影无？伫 Peter 决定要转来的时阵，1995年转来的时阵，讲本来伊就开始想，我若转来的时阵，因为咱拢知讲 Peter 是一个对啥物代志拢会计划足好的人嘛。伊是讲我要闯关偷渡转来，啊嘛伊拢长久拢伫国外，伫加拿大。啊嘛做安尼讲台语嘛吼，啊伊若转来的时阵，若人甲你问的时阵，啊你说讲袂出来要安怎？因为Peter流亡遐济档迄时阵，啊要转来要偷渡转来的时阵，来讲要安怎？伊突然发现讲，我讲话讲袂出来呢，讲台语讲袂出来呢，啊要安怎？Peter强迫家己，逐工就一直咧，所以你会使看到讲吴文祥吼。伊要做代志哦，啥物代志时阵哦，拢计划啊做好，拢想啊足清楚。Plan A、Plan B， 就咱迄当阵 ，Peter 就甲阮讲，伊要咱偷渡，哦，要弃保潜逃的时阵，迄真正做趣味的。真侪人拢讲 Peter 是安那潜逃出境，伊当阵准备要弃保潜逃的时阵，咱入去美国，大家讲有人讲哦，爬山翻山越岭安尼，哦啊爬到倒位去，去加拿大去安那有袂无？譬如讲，我是做迄个火锅巴士出去的啊。哦，啊过海关的时阵，然后伊拄好有一个人摕一本原文书啊，就问讲你要去倒啊，伊就内底摕一张查某囡仔相片。哦，还讲你要偌久？我讲看他要多久。哎，哦，啊人笑笑，哦，嘿嘿，不落，啊就过安尼。伊拢做好足侪方式，万一若我互掠去的时阵，人要咱通知，啥物拢计划得很好啦。吼，其实你会使看到伊的性格。这个保护，所以其实咱伫咧迄个过程当中，咱拄有讲到讲到底是不是催台青？其实伫咧数理数迄当阵 ，Peter 尾啊伫拍成了后，毋是讲掠去哩嘛吼，是啊，伫咧大木监狱内底，啊尾啊是交保嘛吼，交保出来的时阵呢，吼，其实迄当阵伊就要开始做全美国的巡回演讲，但是迄人国民党政府就开始动。为美国国务院开始动，伫迄当阵吼，掠密，咱看到拄仔伫咧数理处迄个拍照 hotel 头前，啊，毋是有足侪警察甲 Peter 压伫咧涂骹，迄甲压起遐人，迄当阵国民党政府讲要签公文，讲要送伊物件的，讲要奖励他们的，吼，保护蒋副院长有功安尼，吼，我大家互看一下公文啊，吼，外交部的公文。就在刺甲案发生之后，从1970年5月到1973年6月，中华民国外交部就把黄文雄与郑自才两人行刺蒋经国的相关文件汇整成叛徒谋刺蒋副院长案。而从这些文件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当年中华民国政府的民主与人权的观念其实是非常薄弱的。比如说，刺甲案发生后，为了感谢蒋经国访问美国期间的维安人员，外交部就打算用贵重礼物以及美金礼券来答谢他们。这些贵重的礼物包括珊瑚湾象、珊瑚袖扣、玉石艺术雕刻，以及七果核等等。除此之外，黄文雄在获得了宝石之后，向法院申请进行全美24场的演讲活动。听到这个消息，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馆立即阻止法院，但没有成功。随后又透过了美国国务院想要进行阻挡，结果美国法院说，依照法律交保之后就不能限制黄文雄的行动，
他只需要把行程向法院报告就可以了。最近的案例就是黑豹党成员在保释之后也都可以进行旅行与演讲。事实上，伫迄个物件内底，阮开始伫迄要做这个纪录片内底，就已经看足侪较早的物件嘛。其实恁会看到迄当中国民党政府其实因为法治人权观念是做啊，讲一个大恶不赦、十恶不赦的人，要刺杀我们蒋副院长的人，怎么可以交保？交保还给他去做全美国的24场演讲？你干嘛讲这样？就现在回来死啦！哦，上好可能来判死刑啊！所以因无法度再想讲吼，这个人交保了，其实伊是在活蛋的，伊拢不会关念嘛。其实你也在看到当中，国民党政府对于人权法治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的。哦，有当中我开始看到迄资料的时候，感觉做好笑，尤其是讲遐个警察啊，讲签公文讲，这个警察要送伊几百块美金啊，送伊啥物物件，啥物红珊瑚观音像，啥物有诶无等等。够好笑，这就是迄当中国民党政府的想法安尼啦。所以真趣味啦。咱拄仔讲到 Peter 讲吼，赤脚是独立，人权对 Peter 来讲是建构。所以黄文雄转来到台湾了后，我咱看到真侪黑名单啦吼，还是讲较早台独革命的人。哦，转来到台湾哦，较早伫做独立运动来啊，其实因拢想讲要比较体制内内底去做改变，哦，有人就是想讲你着爱去选举嘛。迄当初黄文雄转来到台湾的时阵吼，伊无选举，真侪人有选举，像陈树才，其实伊嘛有去选举哦，伊想要选台南县长，但是伊当阵初选是第一名，但是尾来因为伊当阵控掠伊乖嘛，所以时间有点难的，所以伊无选。哦啊，针对这。迄陈树才其实嘛做生气的，然后伊开始想要去从政，但是伊当初无法度去。但是 Peter 呢，黄文雄转来到台湾了后，有人要叫伊选举无？有啊，民进党嘛想要拐 Peter 去选举啊。但是黄文雄伊认为讲吼，我市长是要独立嘛，我做人权工会才是建国嘛，人权是上重要。所以咱看到讲黄文雄转来到台湾了后，就开始一直做出一个人权的活动啦吼。咱看到讲即张相片，咱看到伫咧1970年的4月4 ，Peter 哦，迄当阵拍枪了后，警察抓伊，其实是非常镇定的。2013年大埔事件抗争的时阵，伫咧凯道进前，总统府头前 ，Peter 当中被警察抓去，一样非常。镇定，我嘛知影讲，我等下讲掠去，可能掠去平伫倒位安尼，吼，一定拢想好啊。黄文雄，伊嘛是徛伫街头啦吼。2013年818，蔡政府一刚占领内政部一刚 ，Peter 嘛伫咧开头讲非暴力抗争，甲大家讲啥物是非暴力抗争，是不是？ Peter 要到精心计划2个释宪案，大家若有兴趣，再看这本册《大法官给个说法》第2集内底有2个非常重要的释宪案，大法官释宪，包括对全民的那个身份证全民按手纹嘛哈，按指纹，还有国籍法，伊当中那个大法官释宪，迄2个释宪非常的重要，而且咧过程内底吼，其实。 咱讲吼 ，Peter 吼是精心计划。为虾米精心计划？咱知影讲大法官释宪有足侪条件的嘛。咱每一个人吼，比如讲咱咧拍官司，拍，一审、二审、3审、3审输了，你感觉讲，你会感觉讲这无好，我申请大法官释宪嘛，对无？但是 Peter 迄当阵吼，为什么叫做精心计划？伊当阵要讲无人讲吼，真正拍官司的时候，故意去激怒法官，你知道？ 求败啦，一直想要求败才有办法去大法官释宪。
其实我看到迄本册内底，看迄过程内中，听彼得讲吼，迄大法官事件迄过程真正有够趣味。但是你会使看到讲黄文雄做这样代志，为虾米零款？所以黄文雄彼得讲吼，伊做这样代志，其实是送互台湾上珍贵的礼物啦，最珍贵的礼物。所以其实我开始拍纪录片，包括我开始和Peter 你讲做者伊做嘅代志，其实我非常的感心，嘛非常的感觉讲吼，我做者我会使合适的所在，吼。林权2000年第一届进入论坛时，阿扁啊讲人权立国，尾后是 Peter。尾啊第二届进入论坛时，马英九做总统，伊讲人权治国。哦，2016年，小英台湾第3次政党轮替的时阵，小英讲人权是国家的地板，不是天花板。林权啊，哦，所以为什么 Peter 遮济当来台湾，伊嘛无去选举？哦，迄当阵有倒来时间，伫阿扁的时阵做国策顾问，因为伊嘛是有伊的战略目标，顶到做到的时阵，伊就尾来就是国策顾问，就无爱做。就开始做其他人权的工作，所以你会使看到讲台湾为什么 Peter 讲人权该是建国啦吼，最重要，人权工作其实是非常重要。啊，黄文雄的作用力，我常常问讲 Peter 啊，你一世人吼，你对抗的是啥物物件？咱大家咧讲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有了做好记 ，Peter 一世人去对抗的物件是啥物？尾我就伫咧想，一直咧想，我就感觉讲吼，Peter 哦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但是他也很讨厌没有创意，很讨厌常规。这是我的观察啦，我自己的观察。啊，事实上吼，我就讲吼，我今日甲大家分享者，我嘛试着用我家己的人生的经历来去解释这些事情。事实上，我也非常讨厌常规，也非常想要去找到有创意的事情。好，比如讲，在1979年，我读国小3年的时阵，吼，迄当阵，我的老爸问我一个代志，讲一个故事互大家听，大家拢有看迄种藤椅嘛，对吧？阮兜4楼的藤椅，还跟阮兜4楼。这藤椅冬暖夏凉，热天的时阵吼，你安尼吼，甲你较凉；热天的时，阮母也摕一个电子管电，你感觉足烧的。而且藤椅有一个好处是，伊会使转来转去嘛，吼，会使转来转去。我细汉常常拢坐伫遐安尼转来转去安尼，感觉做好耍，因为迄座内底有一个马仔练鼓嘛，吼，有一个马仔练鼓安尼。但是即个藤椅有一个缺点，啥物缺点呢？伊这吼，即个吼，伊个芳啦，伊个芳内底吼足大芳的，定物件拢会搭过内底，尤其是你客过去的时阵，迄过去甲伊喷去。我细汉的时阵，最爱食迄个葵瓜子无，像是葵子迄种无，哈姆太郎去食迄种的，哦，天竺鼠哈姆太郎去食，像个葵瓜子，因为我最爱食，阮母哦，一届买果子拢买偌大袋呢。咱迄个啥物迄个。咱备货的时阵，电话这毋是人喺卖香菇无，一包足大包。阮母啊，就是买果子买一大包，人喺卖大买咧，一大包买一大包，咱倒来阮食。所以我大概吼，迄看电视的时候，我摕一个碗公，捏一嘴白的迄个果子，伫遐一边食果子，一边吼看电视安尼。有一天，阮老爸吼，就甲我讲，好，落去啦。然后手就举伫遮迄内底果子壳。啊，举伫内底，我内底做侪果子壳安尼啦。那哦好，果子壳，阮老爸安尼足歹甲我问啊，过来你过来，啊比伫遐，我想哇，国小3年的时阵，看到你足惊吓的啊。国小3年级，你若拄着问题的时阵，你来解决问题。咱国小3年级解决问题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什么？读
推啊，无啦，毋是我，毋是我啊，开始杀嘛，对无？我开始杀啊，我毋是我啊。阮老爸讲，敢毋是你？昨昏啊，你就摕一个碗讲伫遐食果子啊，毋是你？是啊，够厉害吧？怎么办？推不掉怎么办？拉，把大家都拉下水啊！我不是我哦，姐姐嘛有，弟弟嘛有哦。咱国小3年级啊，属相就简单的啦，先推，推不掉就拉，把大家拉下水。这是咱国小3年级当中解决问题的方式吧。但是你莫讲咱国小3年级先来解决问题啦。你即摆有政治人物，不管是议员还是立法委员，因拄着代志时阵，毋是嘛是共款来解决，先杀啊杀袂掉，我度啊，大家拢拖落水啊，讲毋是干我尔，啥物人嘛有啊。像当初徐巧芯，敢毋是？哦，秦惠珠了，哦，伊刚就讲摕迄净化材钱，讲无啊，迄讲掠着了，讲无迄秦惠珠嘛有啊。大家拢安尼，哦，先杀袂掉，大家扭落安尼啊。不然阮老爸讲吼，我咧讲我毋是要问看讲啥物人甲果子壳摕落芳内底，来想看卖啊，要安怎甲果子壳为一个芳内底甲摕出来？哦，果子壳拢在芳内底嘛。所以阮老爸讲，来哦，问题听清楚哦，要安怎甲果子壳为一个芳内底甲摕出来？阮老爸特别强调，问题听清楚哦，要安怎甲果子壳为一个芳内底甲摕出来？哦，果子壳放落内底，要安怎甲果子壳为一个芳内底甲摕出来？国小3年啊，查甫囡仔迄悬较慢，国小3年啊。会晓尔，手嘛足细支的，我着用我的食指和中指两支夹冲入去，就开始甲迄果子壳咧夹出来，开始夹，一直夹，一直夹，一直夹。但是夹几个了，哦，你正好足深呢，因为你的中指较长嘛，对无？爱甲技术讲一下，甲我倒去夹。啊，想讲，即个方式手会酸，拄着第二个问题，要怎解决？我着想，我着走去厨房。摕母啊吼，迄煮面的迄种较长的箸，我开始就安尼用箸吼，迄头阵迄箸也了袂歹吼，做灵活，就开始用迄箸安尼硬，甲迄果子壳为迄芳内底甲硬出来，硬出来，硬出来，不哩啊好硬，我就跍伫底啊开始硬，啊跍伫啊看阮老爸讲，安尼就好啊。阮老爸就掂伫遐看着我，想讲砖头啊，去硬迄个果子壳，手会酸，甲摕迄个箸内底开始夹，夹袂了后。我是希望讲，阮老爸有看到我解决问题的方式嘛，想讲砖头仔会酸，摕箸来安尼夹啊。其实我国小3年啊嘛，足单纯的，我嘛期待讲阮老爸会使互我一寡娱乐，对无？无想讲阮老爸毋是呢，我看你是白痴哦，阮老爸甲我教呢，吼，你国小3年啊，先。伫咧啊！阮老爸甲我问迄问题，我想讲我解决互你看安尼，你甲我教，无甲我学了，甲我教，要哪考吗？是考，毋是咱的风格。无爱考，毋考要安怎？我着跍伫遐讲，若无教教你来做我看啊！我安尼甲阮老爸讲啊，讲教教你来啊。结果阮老爸呢，甲这医疗啊吼变过来，拍2个手尾关系，甲拢乱乱。我看着伊做这个动作的时阵吼，我就气我家己。我嘛会晓啊，我嘛做会到，我嘛会晓啊，我拢知影啊，但是你著无做，为虾米？我会晓啊，我气是我家己啊。事实上吼，这种感觉吼，咱台湾伫咧即摆的社会内底嘛真济哦，咱拢知影爱安尼做。等下开始你后尾的时阵袂有啊，你拢知影，但是迄当初你就是无安尼做。啊，为虾米咱迄当初无安尼做？为虾米迄当初我无回答讲往即个方式就好啊？因为咱拢互即个常规框架在一起，吼，文化无共，你思考的方式就无共，你去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无相像。
迄当阵老爸讲，来哦，好，去调工，听好问题哦，问题听好清楚哦。要来规只个为这个旁内底个摕出来，伊就开始为这个“摕”这个字，拿这个字，伊就把你框架伫迄个啊，你就开始想讲哦，我就一直想讲要来摕，哦，为这个方式去想这个问题，你就袂晓想讲为别项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尾下才知影，阮老爸是故意，因为故意甲你讲，你问题听清楚哦，甲你骗你遐咧。但是你想看觅，如果迄当阵，阮老爸甲我讲，来个人想者，想看觅啊，要哪甲遮个字甲弄出来，无共呢。你的想法、你的思考、你解决问题的方式，完全拢无相像。其实咱再转来看 Peter 为伊迄当阵伫咧东泉岛，还是伫入境前的时阵，吼，读高中、读初中的时阵，包括尾来数理术、做人权，其实 Peter 拢开始做足侪迄个方式、方法，其实内底要有创意，即个代志。所以我自细汉的时阵，因为阮老爸，阮老爸是一个国小的迄老师，我感觉吼。厝内吼，老爸老母若是老师吼，我感觉我足可怜。我就足可怜，我感觉为什么足可怜？你毋知，迄国小的时，咱学校毋是教室内有大黑板有无？足大黑板，黑板内底定定老师讲，什么人理论人起来算数学创啥安尼有？大家拢看到黑板都讨厌啊！大家来擦黑板就讨厌。但是你毋知影，厝内老爸老母是老师吼，愈可怜以上，家里面客厅还有个小黑板。伫遐班校，伫遐学校教室内底有一个大黑板，厝内甲一个小黑板，小黑板创啥？阮老爸有当阵看到无啥物代志的时阵，想到啥物时阵，要来考数学、考啥，就开始伫黑板甲你叫过来，就开始甲伊问安尼啦。所以我感觉吼，老爸老母做老师足可怜的。吼，我定定细汉时阵，阮老爸老母伫遐问数学、问啥物有诶无？吼，为国小2年开始问，迄咱当初是拢问讲啥物等边三角形哈，这个是几度？90度、45度安尼有无？直角三角形是，比如说90度哦，60度，30度安尼，常常拢会问这个问题嘛，对吧？各种不一样的那些几角形，它的角度到底是什么？听我读国小3年的时阵吼，阮老爸我拢无去教三角形啊，阮小弟看三角形时。阮老爸问阮小弟的时，我就伫遐吼，伫遐插手伫遐看好，伫安尼看阮老爸问阮小弟，问讲这安尼几度，那个几度安尼。尾来阮老爸吼，突然吼，就伫后方画一条直线，问阮小弟讲，来，这个是几度？我当时看着阮老爸安尼问阮小弟时，我错一讲，好卡在靠腰。我若迄当时我互阮老爸问着，我哩毋知袂安怎。我袂晓回答，阮小弟当然嘛袂晓回答嘛，因为咱较早伫咧学校的教册时，老师拢是跟他画，所有的角度都是有一个形状出来嘛。阮老爸突然讲画一条直线，讲这是几度？我规人拢讲去，你知无？我想讲好佳哉，阮老爸较早毋捌问我这个问题，结果伊问阮小弟问这个问题，阮小弟无法度回答。我看着阮小弟无法度回答时，我都想要走，你知无？阮老爸讲来看，来讲，这几度？靠腰死啊！安怎？我讲0度。阮老爸讲，看你是白痴哦，啥物0度？那有几度？180度了，你毋知吗？你看，迄角度吼，咱较早老师拢甲咱画安尼三角形、三角形就一定三角，咱毋知讲这条线，这个做几度？毋知影啦。常规，所以细汉的时阵阮老爸常常安尼甲我问东问西，所以开始我对真济代志，我就想讲，咱有啥物其他的方式会使来解决这个问题？到大汉的时阵，包括到2011年的时阵，迄当时我做迄调查调查迄台湾的农委会伊安卡的高病原性禽流感的事件，我拢想讲，我会使用啥物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比较有创意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尾来我就做一个啥物代志呢？我就真正去往迄死鸡仔场去捡死鸡仔，甲迄死鸡仔
一堆死鸡内底，我感觉讲这内底一定有禽流感，一定是高病原性禽流感去看，拢讲无。结果一堆内底我就抽样2、4只死鸡啊，我就拿了4只，随机抽样抽了4只。抽了第1只之后呢，马上把它打包寄到生技公司去做检验，做 PCR， 基因检测。然后其他3只呢，先伫阮兜冰箱内底。为什么要变成阮兜冰箱内底？因为我决定讲，我送去的第1只鸡啊，一定开始做实验嘛。这3只才开始寄互农委会主委、防检局局长甲国家实验室寄3只死鸡啊，互官员。结果我寄互官员了后，因为我惊讲，因会认为讲我甲因恐吓，所以我伫咧寄内底，我条件写一张批讲，我毋是甲你恐吓啦，我是协助做防疫调查，我希望跟你好好调查。这死鸡啊，是不是有高病原性禽流感？卫生定位拢甲定出来是在哪里养鸡场安尼？无想到讲，迄官员想到这死鸡啊，气甲要死。有从来都无讲这无礼貌的记者呢，竟然寄死鸡啊我！结果我会先去做嘛，我会调结果一定比伊较早嘛，因为我较早送去嘛。结果出来时，看开。我也是高病原性禽流感，我就开始打电话给农委会主委，迄人就是陈武雄。我讲，主委，我寄给你的礼物收到了吗？你讲你寄的那个死鸡有了，我们已经送到哪里去做实验了。我来讲，主委，我的已经做出来了，结果出来了，你们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伊讲已经送到国家实验室，我就背个卡电去国家实验室讲，那个主委说那个你们已经开始在做了。讲对了，我们已经在做动物试验了。为什么要做动物实验？因为已经有病毒了嘛，要开始看迄病毒到底强啊低。动物实验就是甲病毒拍注入去鸡内底的静脉内底，看几天会死安尼。伊讲伊开始做的时阵，伊开始做动物实验。我尾就咧紧伫头第5天时阵敲电话讲。你动物实验做完了未？讲做完啊啦，已经做完了。讲结果你会使甲我讲袂？是毋是高病原性？我做的是高病原性。讲我袂使甲恁讲啦。我讲但是为虾米你已经做完啊？问题是明明该做10天，你为虾米第5天就做完啊？因为继续拢死了，病毒足强。我就讲这个方式，寄下死鸡啊，互因开始去甲整个的过程拢甲压出来，因最生气的啊！将来都无人会做这种代志嘛。但是咱毋是甲恐吓啦，我们是用一种实验法，是共款啦，来做这个实验，把这个真相把它挖掘出来。所以我就开始想讲，有足侪方式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因为我安尼想，我就开始回想讲，Peter 迄当阵伊做的代志，其实是做策略，真侪方式是拢非常有创意的。这嘛是讲 Peter， 我就甲 Peter 讲，Peter 你对迄种无创意、无创新的物件是足不耐烦的，我就来甲问。我相信应该是啦吼。另外一个部分呢，咱讲着伫咧迄个年代啦1963年、62年、1978年，我1978年1979年迄阵，我国小3年啊，迄年我嘛感觉足侪代志。拄啊讲到迄当阵，阮老爸问我迄个果子，要来果子较硬个迄个时阵，拄啊是1979年，共款。1978年12月16号，对台湾来讲，迄天足重要。为虾米？迄天卡特啦，美国总统卡特宣布讲伫咧1979年1月1号，要和中华民国断交啦，要美中断交，然后在美中建交。跟中华民国断交，然后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咱尾来讲跟台美断交了，当阵宣布。我会记迄天拄啊是，迄天宣布的时阵，迄天拄啊时间有时间，他当阵拄啊礼拜六了迄天拄啊礼拜六，礼拜天，到礼拜天的时阵，礼拜一拄啊是周会，17号、18号拄啊周会，礼拜一周会，咱读国小的时阵，礼拜一都是开周会嘛。周会的时阵，校长就是甲所有的学生囡仔拢伫咧摄影台开始讲嘛讲完了后，大家了后，甲去学校去家己去教室内底开班会，都是礼拜一开班会。所以当阵
迄一天呢，迄一日呢，哦，咱看到所有的报纸，拢是啥物开始骂美国政府，什么美匪建交，美国见利忘义，哦，拢是安尼开始骂美国哦，拢含共会，然后美匪勾搭这种形容词，你感觉做好笑安尼，都开始慷慨激昂骂到最后吼，然后有一批讲蒋总统哦，呼吁全国居民要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会记袂？拢是安尼。所以人阵校长伫咧组会时阵，开始伫咧新台讲完了后，等到班上开班会，老师呢就甲我们讲，各位同学，那个你们也有听到那个校长哈，跟美国要跟我们断交，那各位同学你有什么心得？我细汉时，阮老爸吼，常常问我问东问西嘛，对无？迄当阵阮老爸逐工我会看报纸啊。有当阵伊迄无注音嘛，咱细汉时拢看《国语日报》有注音看有嘛，但是迄《联合报》看无啊，看无我无法度啊，所以有当阵阮问阮老爸讲这是啥物，话你看无看迄相片啊，问看这些代志安尼啊，《国语日报》嘛常常看。其实吼，有一个最重要的事件是台湾吼有几波移民潮啦。1971年，就是黄文雄刺杀蒋经国隔后的一年，台湾那是第一波的移民潮。中华民国的联合国代表权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而一年，真侪人感觉台湾可能会被赤化啥呐？那时候是第一波移民潮，第一波。所以伫咧迄当中，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开始有一个论述出来，讲大家不用害怕，台湾是一个不会沉的，是一艘不会沉的航空母舰，有无？迄当阵政府拢安尼甲咱讲啊，咁多政府讲，台湾免惊，台湾是一艘不会沉的航空母舰。哦，这个开始1971年开始一直讲足一单，一直讲到1979年嘛，写甲讲这個。所以我伫咧《国语日报》内底，嘛拢有看过这种言论哦。其他的报纸内底吼，阮《联合报》内底、《中国时报》内底嘛拢有写。所以因为我很认真在看《国语日报》，我也知道关心国家大事，所以嘛知影讲1971年台湾虽然中华民国没有在联合国里面的，可是我们都知道台湾是一艘不会沉的航空母舰。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美国第7舰队会协防台湾，对不？咱都知影美国第7舰队嘛，拢一直听到第7舰队嘛，对不？所以当老师问讲，美国要和咱断交有啥物心得？我真欢喜，你知道，表现的机会到了嘛，马上举手。老师说，老师我说，老师说李慧仁你讲，我讲老师，美国跟我们断交之后，那个美国第7舰队就不会保护我们了。我足期待，讲老师给我鼓励一下对吧？给我欧热一下。然后各位同学，李慧仁都有认真去看《国语日报》，大家给他一点鼓励。结果不是呢，老师就开始给我教呢，教什么？你这个没有出息的东西，讲我没有出息的。你不是当初拢讲台湾是一艘不会沉的航空母舰，有第7舰队啊，这边断交了，没有第7舰队，对一个国小3年级的学生，这很自然嘛。你较早甲我讲有这啊，即摆无啊，我毋是感觉无人要甲咱保护。小脑袋只会想到这里而已嘛，没有错啊。老师竟然美国讲没有出息，老师就甲我讲我们为什么要美国人保护？我们要跟蒋总统讲的一样，我们要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胜我能断，独立不难。为了这4句话伫我读高中的时阵迄科起常出讲什么台美断交之后，蒋经国总统要求全国居民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填充题就是这4个，另外一个填充不答题。但是尾啊呢，这句话其实上早是咧1978年啦，这是迄当阵。12月18号啦，宣布讲要和咱断交的时阵，蒋经国就任总统半年，勉励居民的口号。但是
即四句话毋是伊发明的，是啥物福人发明？因老爸啦，就介做啦。伫咧1970年，伊当初要准备退出联合国的时阵讲，但是尾啊呢，即四句话上尾一句咱无甲讲，为虾米？因为独立。后来只有讲这3句独立不挠就不讲了，因为独立独立。好，伫即个我家己细汉时看这4句话，本来为4句变做3句，为虾米变3句？是因为内底有独立啦。好，台独尾也是国民党的3合一敌人嘛。1979年哦，发现一个最重要的代志，什么代志？南海血书。各位知影南海血书吗？知影吼，我有一个少年人唔知影。迄当初我嘛国小3年级，我国小3年级经历过很多的事情，真的都是在国小3年级。从我的爸爸教我怎么样拿那个瓜子壳，然后还被老师骂什么没有出席吼，台北乱教啊。可你还有一个南海血书呢？迄南海血书吼，是啥物做人有无？阮兜有3本。你知影迄当阵吼，南海血书变成一册1本，每个人都发一本，国小、国中学生每个人发一本，发完1本看完之后要写读后心得感，然后开始作文比赛、演讲比赛、朗读比赛、绘画比赛，都是要扣着南海血书。南海血书呢，翻译的人叫做朱贵，他出版是在1979年的1月，也就是台美断交那时候出版的。集结成册之前，其实他是在1978年的12月18号左右，就是卡特宣布要和台湾断交之后的隔2天，在中央日报就出现了南海血书。那个血书是安怎呢？因为咱都知影越战是1955年拍到1975年，然后他就是说1975年越战结束的时阵，有一批越南的难民漂流在海上，船搁浅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岛，是不拢食完了，我就只好食人肉，死人的肉开始食。到1979年啦，1978年啦，迄当时中美断交。拄好有一个台湾的渔夫呢，去南海，看到一艘船破破烂烂的搁浅在那边，他就靠过去看，就发现了很多的骨骸。这可能做一个人是伫遐。骨骸旁边有一个很大的贝壳啦，做大粒的贝壳迄种无。贝壳内底假使有啥物物件，伊就会有一个啥物搭布的物件给扭出来，一领白色的 T 恤啦。这个白色的 T 恤内底写看起来是用鲜血下2800多个字的血书，来对控诉美国和共产党海医家破人亡。因为迄个渔夫伊看无迄是啥物字啊，伊讲看无啦，所以伊就摕转来互因阿兄，因阿兄就是朱贵翻译的人，就把它翻译出来，说这内底写讲这个难民就是控诉这些共产党跟美国害他家破人亡安尼啦，然后开始就阅读那个网络。当我开始看到迄个时阵呢，我看到这个血书，看到讲一领 T 恤内底讲会使写2800几个字，我就感觉讲这真的是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可思议？我细汉的时阵当初咧考试的时候做壁，你知？我毋知大家有做壁过无？有吼。迄做壁的时阵，咱是细汉毋知影，我是想讲用迄圆规尖尖的迄边个，刻伫迄鉛笔内底鉛笔边安尼但是刻无几个字，你知？真正刻无几个字因为面积遐细条，你刻嘛，我刻啊足细，你又毋是盲雕，刻无几个字安尼啦。刻袂落的时阵，要刻伫圆规含三角板管垫，拢刻啊全部拢是安尼嘛，刻无几个字。所以我就想讲，迄 T 恤遐细领，你写安那要我都写2800几个字啊，我觉得不可思议。尤其是讲你来用鲜血啊，
你2800多字，还讲偌侪黑鬼，够我写呢？咱细汉的时阵写毛笔字的时阵有无？定定写一篇了后，咱就咧磨迄墨较往足侪水的。啊，课里头前不小心甲往着头前学生的同学白衫，拢倒着有咱的墨汁安尼，写一大堆。我就讲这哪无可能？怎么可能啊？不可能嘛！一件汗衫竟然我就写2800多个字，我就感觉讲一定是假。所以10几年啊，到20几年啊，迄当阵哦，我拄仔伫咧民事一言堂，迄当阵我伫咧做专题节目，民事一言堂做专题节目的时阵，拄啊，我就和我的迄个制作人高人结婚就讲，这看起来那这一定是假吧？我小时候被他荼毒还不够，你看我都爱写作文比赛、演讲比赛、朗读比赛，啥物拢有。甚至吼，迄当阵伫咧台美断交迄当阵，迄当阵咱看到吼，电视拢是啥物韩流啦，有无？啊，刚好拢是靠调啊，迄种迄个啥物越南沦亡实录啦，啊，若无就是迄文化大革命啥物哦，足恐怖安尼啦吼。啊，阮老母吼，大概都讲男孩写书吼，食人巴迄代志来搞恐吓。因为细汉有当阵咱较经济嘛，阮老母买做些啥物迄个什么喜瑞尔，类似迄种有搞饭安尼，食两角啊，感觉要食尾啊来，我爱食咧海苔煎啊，食食拢无爱。啊，阮母会讲我你这人有够经济，啥物拢无爱食，啊，肉酥肉腐啥物你拢无爱，伊说啥物拢试过啊，尾啊吼一招做有效诶。你敢毋知你顶头就爱食人肉？开头我甲恐吓，所以我母无听讲我食人肉，我去食饭食好玩，所以我被荼毒很深啊。所以我尾来看到迄当阵，迄当阵拄好有一个90年代、60年代、90年代，哦，80那什么那个党外杂志迄个，就是林左水有写一篇讲，伊认为讲这男孩写书是假的，从那个逻辑上面、科学上面是不可行的、不可能的，但是一直拢找无证据讲伊是假的，所以尾啊呢，我就开始找到这个人，哦，讲到这吼，男孩写书迄当阵，孙玉璇做行政议定的时阵，台美断交了，迄当阵伊讲一句话，大家拢应该会记的，考试嘛会考，哦，孙玉璇院长跟他讲吼，今天我们不能做一个为自由而奋战的斗士，明天我们就会沦为漂流海上的难民，叫咱爱反共。第一个年代，国民党叫咱爱反共，好，这句话很经典呢。包括迄当阵宋楚瑜啦吼，最年轻的新闻局长，刚就任新闻局长的时阵，1979年。2800瓦的南海写书，宋楚瑜可以一字不漏的把它背起来，足厉害呢！在座什么人法度？我无法度呢，无才调呢，真正是大内高手，甲我才调呢。反正你会讲，桂人导演，你较早是做记者哦。啊！你敢有证据？我有证明讲，迄个宋楚瑜真的可以把2800多字的南海写书把它背起来。如果没有呢，你就是在做假新闻，对吧？你没有消息来源，我有消息来源。你有什么消息来源？我拄仔就讲着，南海写书内底那个译者叫做朱贵嘛，对吧？尾来我为着要调查这个朱贵到。这个他翻译的这个南海写书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就真正找到朱贵，我们就找到他了，用了很多种方式找到他。按那找到伊，我等下甲大家分享按那找到伊。我找到伊的时候，我就去问朱贵，伊讲：他南海写书的衬衫你敢有伫的？什么衬衫？就那个啊，你翻译的那个海螺壳里面那个衬衫啊。我说没有什么衬衫啊。我说啊。这南海写书不是你翻译的、哦？不是啊，是我写的啊。我一个晚上就写完了。我写完之后，我还给我小孩看他看得懂看不懂，看得懂，隔天我就投稿。我那是一节灵感创作出来的。
然后伊甲阮讲，宋楚瑜可以把2800多个字的南海写书一字不漏的背起来，我大家看一下哦。民国68年1月4日，宋楚瑜出任新闻局长，那是南海写书登出后第16天。这个在背啊。 这我干嘛来以后啊，还请我吃饭，请我吃饭带着的，还是听着把那这些那还就这个统统背到位。宋楚瑜把整篇都背起来。哎，这个背。其实只要摊开当年的《国语日报》，就可以清楚的了解给小学生看的《国语日报》在当时所扮演的角色。 以南海写书发表后第6天的《国语日报》第2版报道为例，台中县合作国小1年7班的小朋友谢景芬，在爱国捐献中杀铺满捐出716.6角，只有7岁的他说：“没有国哪有家。”即任王老师听了，眼泪不禁夺眶而出。而在同一版上方选出国小朋友最喜欢的几首歌，分别是《我爱中华》《中国一定强》《莫等待》《风雨生信心》，还有。 梅花，多么想，不要哭。我难过了。难过，唱歌。这个年代哦，台美断交了，迄当中2大影帝柯俊雄跟王冠雄分别拍了2部片，柯俊雄拍《南海写书》，王俊雄拍《南海岛写书》，内底拢是啥物吃人肉喝人血。迄画面吼，我看到迄电影画面吼，真正是你会感觉足行的。迄电影有够夸张诶，迄人把咱切切往一个迄个。 汽油桶用底下人肉烤、人肉串安尼，大家吃安尼。我那当初没有，就是因为鬼兵真正是要不要哦，很粗糙啦，很夸张，那个年代，反正可以凶悍。哦，所以不啊，你如讲宋楚瑜2800多字南海写书可以背起来给朱贵听。朱贵是啥物人呢？朱贵，我咧采访伊是讲，其实咱拢知影蒋经国啦吼。 伫中国要不要登来台湾时，他当过赣南专员，对不？赣南专员伫咱咧历史内底咱写读册内底讲，他是什么专打老虎，好、那囤积什么什么的那个，其实赣南专员其实是一个特务，就是一个特务。朱贵一当初他就是跟着蒋经国一起在赣南专员的时候开始在去做特务的工作，为了讲到。 哦，所以咱拄仔就讲到，南海写书，大家拢感觉伊是假的方法。我就讲，毋袂用去做代志，做着方法的。其实我开始伫为细汉开始，伫阮老爸伫迄个年代，开始我对足侪要解决问题时，我开始找看要咱解决这个问题。内底上重要是找人，找啥物人？朱贵。因为迄当朱贵，伊是讲伊是翻译者嘛，译者。 啊，我那找朱贵。迄时阵我做记者吼，我做记者的时阵，我想讲，迄若如果吼，要找这个人找无，要哪讲找警察到三岸看卖好啊。啊，迄当我做记者的时阵，定定走社会新闻嘛，含迄三组的吼，刑事组拢也袂歹。我就迄当阵透过一寡迄警察三组伊嘛讲，你帮我查看有朱贵这个人。 哦，伫你个系统内底、口卡内底，迄当阵电脑也未连线嘛，也无电脑嘛吼，电脑迄当阵还没有普及，没有连线，
阮就一间派出所，一个分局，一个分局开始去问讲，你内底口卡内底有法看到找着朱贵无？结果迄警察甲阮三组甲我讲，伊啊较早若没有被逮捕，是不会有口卡、啊，不会有资料啊，那就没有啊，怎么办？尾仔伫迄当阵开始有网络啊，有网际网络。伫咧迄年代吼，网际网络内底拍朱贵男孩写书，然后拍去了后，就5笔资料，5笔哦，只有5笔，5笔尔啦。没啥，你那5笔尔，你内底资料就感觉哦，男孩写书是朱贵翻译的，然后朱贵他还有什么其他的2本著作，然后其他的写安尼5笔就没有其他资料了。怎么办？怎么样找朱贵？我们试着用三组迄个部分去找口卡嘛，找无这个人，找无，惨嘛，变哪找朱贵？咱若找无着伊，咱就无咱进一步去调查讲这到底是真代假的呢？咱敢知讲林浊水伫80年代内底写个文章说，他怀疑，合理的怀疑，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假的，安怎？我就用上网的方式。迄5笔资料内底有就比如讲朱贵还有什么写过哪2本书，我就去台北市的图书馆内底开始去甲朱贵所有的册全部拢来找出来，一本啊一本啊翕，希望伫咧册内底会使翕到其他的线索、线索嘛。所以我尾仔开始翕到内底一本介绍是什么黄雾啦吼，都是我袂记，黄雾内底有写着讲朱贵。任职于文化学院跟重佑砌砖，那就给那个消息了嘛，文化大学嘛，重佑砌砖嘛，我就看了去文化大学，讲我看了因的教务处，我就讲我想要找一个较早伫咧1979年迄当中伫恁遮教一个叫朱贵，文化大学就甲我讲因为年代久远，迄当中也没有数位化，都是纸本，也没有留下来，现在已经不可考，找无这个人。后来怎？登去啊，这条船登去啊！我就看了去重佑砌砖，看重佑砌砖，甲伊讲我想要找朱贵这个人，伊讲，伊嘛甲我讲，真的年代久远了，没有数位化，我根本找不到这个人。不过，这个人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工友，工友跟朱贵还不错。然后我老公那个工友现在还在吗？因为他现在不在学校，但是我有他联络方式。我讲那你可不可以把那个工友的联络方式给我？我就看两个那工友，看两个伊问讲，那个朱贵，讲对啊，我认识他，我还去过他家呢。我讲那朱贵老师引导伫对，伊讲我有跟他提过一个，我甲知引导伫虎林街，这条线是虎林街。台北市虎林街，但是虎林街经过2个区呢，松山区和信义区呢，那跨越2个区啊，怎么找？那袂使去区公所讲，我想要找朱贵啊，个资法就袂甲你讲啊。2000年以来就开始有个资法迄条就袂甲你讲嘛，要安怎？我就在想讲。即摆一定知影讲朱贵住伫虎林街，但是伊伫松山区还是信义区，我毋知影。行路开始调查到遮，要安怎？要哪找人？我尾就一直咧想，一直咧想。我开始回想讲，我迄想这个问题时，就咱 Peter 伫1963年迄当中，在想讲我要来解决那个危机一样，我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伫咧迄个时阵，我就想讲，我就开始想讲较早阮细汉时，阮兜牵电话迄阵第一阵间牵电话，一支电话要偌济钱？4万块呢。牵一支电话要4万块，因为迄电话迄电话条拢爱阮兜爱出的，因为阮兜庄脚离迄大路总远几支电话条拢爱个意思，所以当初阮细汉时，阮兜牵一支电话要4、5万块，人讲3000块，阮爱4、5万。迄当初还到一个重点是。迄当阵，你咧要问电话，咱定定会创啥？卡104查号台，有一个婆啊嘛，电话簿嘛。在那个时候有登记的时候，应该那时候还没有个资法，
你所有的电话，每一个人的电话，个人的电话，拢会伫那本黄簿里面。尤其是朱贵伫1979年当中，如果伊伫文化大学教册，甲伫重幼期专，因兜一定有电话，所以我就卡104查号台问讲，我想要找朱贵，朱元璋的朱，桂花的桂，哦，爱就开始查说，哪个朱贵？我讲虎林街，伊就互我一组号码一卡去做。结果朱贵是安尼为104安尼找到的，但是咱卡104进前，因为咱有做侪迄个，有无？卡伫迄问讲知伊住虎林街，所以方式啊方法是安怎找到朱贵。哦，所以其实我有当阵吼，我拍《风吹》这部纪录片的时阵，我看到 Peter 就为细汉的时阵到大汉的时阵开始去解决问题，用做侪做创新、有创意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所以其实我就开始伫想讲吼，我有机会吼，我甲我学生吼，迄当阵还袂教册的时阵，学生讲，咱其实应该用更有创意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共同点，就是在发现问题跟解决问题，其实本质都一样。不管你是学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拢同款。等到像迄当阵，我做研究讲，台湾的农委会迄年禽流感疫情的时阵，我毋是学这个嘛，我就开始解剖鸡啊，上去生物实验室去做研究嘛。但是我毋是学这，我毋知要安怎啊。啊，你想讲，你会使问教授啊，问专家啊，但是我甲大家报告吼，所有台湾吼走农委会吼，即摆农业部的记者吼，上困难的是拄着农委会，拄着有啥物问题的时阵，对农业部还是农委会吼，甲不低的时阵，你找不到任何的专家学者来看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申请研究计划案，如果你去comment这件事情的时候，哦，该你的研究计划案就给袂到了，真正是安尼。举一个例啦吼，你在上紧的时阵，就是进前拄啊，禽流感欠卵，迄当阵缺蛋的时阵嘛，迄当阵咱毋是为巴西进口足侪卵入来，为什么真侪人讲吼，你中国大陆都有卵啊，你若无爱为遐进口，啊，送去巴西？国民党的场域毋是拢安尼讲。你要广呆，本来中国是疫区啊，疫区你不可以从疫区里面进口蛋来，这么简单啊？巴西是一个非疫区，你当然只能从非疫区进口蛋进来啊，就这样简单啊。但是迄当时国民党伊就开始批评讲吼，这卵安尼入来吼，海运遐久吼，可能会坏掉，会有臭蛋、什么绿蛋，这边迄当中开始攻击嘛，讲这个就是在冷链的技术会中断嘛。好，冷链会断掉这样子，啊，就开始大家就会插冷链这代志。迄当初公共电视的记者就开始讲要找一个冷链专家学者来 comment 这件事情。专家甲伊讲，我唔敢讲，我袂使讲，讲了我后盖可能研究计划嘛给袂到。这种状况，不管是国民党这些，还是民进党这些，官僚体系内底遐拢一模一样，拢共款。拢无法改变，找无，所以伫迄当阵2011年当中，我要做不能说的秘密去做这个调查的时阵，找无教授呢，无所谓全台湾的所有教授，敢若一个人会甲我讲，叫做赖秀穗。所以你看到迄研究啥物农委会啥物疫情时，永远都只有一个赖秀穗。啊，赖秀穗其实他是猪病专家，他不是什么。啊，我懂啊，跟他一退休啊，退休教授啊，荣誉教授，他可以出来讲，其他人没有人出来讲啊，不然讲啊，所以要安怎？找无人，哦啊，因为咱说伊嘛前面专家，伊嘛是无了解啊，所以尾后我就做一个代志，我就想，台湾遐侪兽医研究所还相关科系，我就伫咧过年前吼，过年头进前无几工迄当中，我就开始写一张批。我就写一张批，甲我所有的资料证据拢寄互迄老师讲，我要做这个调查，你会使甲我协助袂？我寄头100几张批，台湾大学，为宜兰大学开始到屏东科技大学，所有
华联、台东、东华拢有行，拢全部拢行。所有老师拢有接到我的话，总共有几个人会回我吧？内底有3个人回我，讲伊会来我斗相啊。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讲，你要甲我保护，你袂使让我曝光，我讲无问题。所以这是咱找到人，咱就讲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拢是解决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们要找到合适的人、合适的工具，帮助咱去解决这个问题。嘛是安尼买啊，去甲我教，安那去做。所以共款我感觉讲，当然，转来到这个部分，找到主轨，咱开始调查讲南海协书是国民党强力运作的一个政治神话啊。我甲大家报告迄当阵我找到主轨的时阵，阮本来就讲要甲伊拜访，伊人伊身体无好啊，身体无好，伊每一工拢差不多摕伫咧眠床起来的时阵差不多食饭拢差不多到1点钟，食饭的时间起来，其实拢卧床安尼。迄当我敲电话因太太，讲我想要拜访，伊讲无方便啦，因为朱老师最近身体状况不大好，不大方便，他可能都要卧床。我想讲，但是我嘛想要拜访啊，所以阮安那伊爱甲我婉拒嘛，所以阮尾来就讲，阮迄当阵面时啊，伫咧北地路去中林市场要食水果，就找一工差不多应该到要准备要食饭进前，要食饭进前，我就敲电话朱桂英太太讲那个师母，我们刚好去采访在附近那我们想说来拜访一下老师我们现在刚好在你们家附近，在楼下。我你的老咖嘛，有点霸王硬上弓安尼，就拍摄讲好啦，没关系啊，那你上来一下好了。我就去开始找着主轨，都开始甲阮，伊刚甲阮讲嘛，讲迄是给你下出来，把我们这块历史拼图把它完整之后，伊刚好破天荒，很开心，坐伫遐2点外钟久，互讲这个过程，尾来甲因后生讲好，伊互因老爸害甲要死，因老爸下一批。那个什么南海书害伊嘛，伫遐安尼背，因同学拢给伊骂嘛，讲恁老爸害阮拢爱背这个南海写书，迄过程真正真趣味。我感觉上重要的部分是，南海写书迄完成了无到半年的时间，超过几个月，朱贵的贵姓啊，我们及时把这个很重要的片段把它还原。这是感觉我当初我开始做报道啦做纪录片，我感觉上重要的所在是，我及时还原这个历史的真相，还蛮重要的。讲到这个2000在去年3月18号，为什么讲318？318迄天我要入去电话仪器，我拄着 Peter， 伫镇江街拄着 Peter， 我讲 Peter 拍一下招呼我就走入去啊，走入去迄个艺场内底。伫2楼，冯光美伫我边啊，我就开始伫遐要警察准备要攻坚要抓遐学生安尼，周富仪当时嘛伫遐内底。结果呢，无想到讲迄天我讲抓伊，你知道，被逮捕。我就被逮捕然后所以318，我跟周富仪我们是同案被告，我们是同案被告。我是去采访，我去采访的时阵可能抓去，被逮捕。为什么被逮捕？你知无？迄当阵头到3月19号差不多，哇！迄当阵警察攻坚就停了嘛。我感觉安那停去？我感觉足奇怪。我就议场2楼，我就走迄个议场，迄主席台后壁迄1楼迄个遐嘛。我就看讲是啥物原因，警察无去讲。我看着讲拄仔看到迄个啥物李应元呐，应元呐，然后段宜康呐。然后管碧玲应该是2个人顾一个物件，顾掉安尼，无爱警察讲入去。我看到了，我就去，迄当阵摕一个翕相机，配一条广角镜头。因为我本来伫2楼要拍整个大场面，是用广角镜头安尼翕嘛。尾仔囝后袂记我就入去，就开始翕，我看伊讲后面伫遐动，我有警察入去。突然看到2个高阶警官，伊看到一个中山分局的，较一个啥物分局的，我讲奇怪。台北市政府警察那也在走入来电话仪，因为立法院里面是驻卫警啊，保释啊，
那个警察，其他分局的警察不可以进来啊，一定不可以进来，除非是议长同意才可以啊，不然怎么可以进在议场里面？这是我画的这个总控的第一个反应嘛。所以我马上哦，想讲要去拍一个特写镜头，你知道？啊，你广角镜头要拍特写镜头怎么办？靠近啊，靠得很近啊，去拍特写镜头。我许刚刚那个分局长来上面哦，一回头搞弄掉，搞弄掉了后，伊唔是搞回去的哦。伊马上甲我讲不要拍哦，我就拍了，不要拍哦。我要操你啊！我继续拍，我是一个当过训练有素的记者嘛，我当然继续拍对不？啊，继续拍，我叫你不要拍，你还拍？我操，继续拍。结果那警察哦，就生气，我看完那翕，还就拍，我就回一句话：难道我继续拍，你要把我抓起来吗？我就安尼讲掠去。3班，迄当阵头2点钟前，我看到彼得伫那个，结果我就摕匙啊弄掠去啊。毋是因为看到你，我敢有掠去啊吼，是因为我甲警察讲，难道我继续拍，你要把我抓起来吗？因为我甲拍，所以4个警察甲我掠。吼，你两支手2支骹咧，跟啊从我落去，我真正落去，较真正足疼，真正足疼的。所以迄当阵哦，伫咧。今年旧年啦吼，旧年迄个扩权法案审核呀，毋是讲伊落来时，砰一声，我讲迄真正足疼啊！因为我警察甲我掠的时阵，落落真正疼到要死啊！啊伊落落足疼的嘛，我足气的，啊警察嘛足气的，讲即人哪只动，尾来讲拖死伫安尼，拖出去安尼，拖到规身拢伤安尼啦。啊尾啊拖到镇江街迄台啊，伊要甲我送去迄一个什么车警备车内底要送出去的时阵，我就。交正手吼，倒手就交伫迄镇江街铁门遐，交迄无法有救走嘛。啊，警察就甲我手压过了，就甲我手压倒啊，伫迄台啊，哦，疼到要死，用要转去，感觉手用要转去安尼。我和警察面对面哦，我跟他面对面的时候，我就甲讲，你莫安尼啊，手足疼，我是来采访你，袂使安尼，毋是强害新闻自由安尼。我那甲讲，伊无爱插我。啊，尾啊，伊是毋是滴迄无啊，对无？吼，迄鸭舌猫迄种，我就讲去甲讲一个鸭舌猫，你袂使安尼啦。摸两个，伊讲好，徐景靠起来，啊，就掠，掠去，讲送去迄警备车内底，啊，就要送走，毋知要送去倒，我嘛毋知。我想讲，伊听到就跟我说嘛，人也不知道。啊，尾啊，我就开始伫车内底，我就打电话给110，说我被绑架。我看110说，我被几个穿着警察制服，我不知道那个警察制服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看不到那个徽章。他被绑架，你赶快来救我！我卡一报警，你知道吗？啊，车塞到市民大道的时候，警察看起来说啊，你现在到哪里了？我说我现在到市民大道了。然后我开始就讲，你赶快来救我啊！然后讲，我这边好像到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民生社区，永丰民生社区，靠他这里就会掠人，就不理我了，我就被抓到保大里面去。我来保大，你来保大，不然。带伊拍这后面有刻度的照片，我最欢喜的，终于有机会拍这种后面有刻度的照片了，我最欢喜的，我就开始，迄人我就想要递一张相片啊，迄警察迄翕的时候，我就想要甲警察讲，卡生，等你会使来一张互我袂？我最想要来讲嘛，但是一定无嘛，所以尾我甲你讲手机啊，迄一张啊，然后做纪念。但是迄当阵吼，检察官就来讲吼，你有啥物方便？我就讲，我就讲了这句话，难道我继续拍，你们要把我抓起来吗？跟大哥讲哦，你这句话有点挑衅的味道。你不要讲这句话，你不挑衅，你就不会被抓了、啊。我听到检察官咧讲的时候，我足气，你知道？我真足气。我就想柯文哲的人，迄当时面对就讲，你不要理他就好了啊，对不对？你不要理他就好了，你要简单，你不要理他就好了。我听了我最生气的，我就跟检察官讲吼，田总，你会使讲我白目啦，但是你袂使讲我挑衅，吼，你会使，这不是挑衅，你会使讲我白目，但是你甲我讲，台湾多一条法律甲我讲白目有罪，你甲我讲，你讲出来我听，多一条，我就跟检察官讲，检察官讲啊，不要扯这个，不要扯这个。非常出来的刚好，如果你说白木有罪的话，马英九跟白敦义要被判刑100年啊。白敦义，我讲讲白敦义。白海的。
哦，我最生气的，尾啊，所以尾啊吼，我讲吼，迄个第11条，讲清楚，人民有表现的自由新闻自由。你今仔伫迄个遐，这是一个占领区，被占领区，你警察在那边执权，立马都无有封锁线，没有拉风险，所以你凭什么抓我？我没有妨害公务所以尾啊，因吼，就用啥物妨碍公务，刑法135，袭警伤害，刑法277来甲起诉，哦，合作复议，足侪人变同案被告，啊尾啊，一审无罪。一审拢判无罪，妨碍公务嘛拢无罪，检察官不同嘛，然后二审伫法庭的时阵，警察就甲迄个法官作证讲吼，我和李慧仁面对面的时阵伊往右手攻击他的右边太阳穴，导致他红肿、脑震荡，然后他还有验伤单，上面画着右边太阳穴红肿、脑震荡。迄当阵吼，迄个警察在做证的时阵，我就要求法官讲我要做医学鉴定。我说庭上我们要求做医学鉴定，我为什么要做医学鉴定？我就讲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海贼王的鲁夫有办法跟警察面对面的时候，你还用你的右手攻击他的右边太阳穴，全堂哄堂大笑。我的倒手讲拗掉的，借问啊，我的正手是要来攻击你的右边太阳穴，一定是左边嘛？怎么会是右边呢？对不对？你的右边太阳穴一定是我左边左拳攻击你才是右边嘛？所以你知道吗？警察做伪证。结果姨妈，你知道连要做伪证都没有做功课，面对面的你也要说画一个左边太阳穴，而不是右边太阳穴，所以很清楚做伪证了。所以尾啊当然啦，二审嘛已经拢判无罪啦。典礼当中我就甲迄个义务辩护律师讲，咱是不是来告警察，告他做伪证，对，变成一个判例。因为当时300的时候，咱看到警察规车拢上去阳明医院验伤，每个人都是什么疑似脑震荡，不然就是小指头挫伤啊，手指挫伤啊，安尼来各遐学生跟 NGO 团体公民。所以人本来就想要做，但是尾啊，迄个辩护律师，毋知伊尾啊是讲莫甲告安尼，伊可能是讲伊嘛是听命行事安尼。如果真的告了，伪证罪是7年以下如果没有判到7年，如果真的是这样子，伊可能连退伍都给袂掉安尼，伊嘛是心软啊。但是我尾来感觉，我应该是爱告的，但是我甲各位报告迄个警察尾来即摆迄个立法院，咱5年的时阵，我去立法院时阵，你还伫遮我看到伊，我讲你还伫遮你无踮别位伊拢无啊，拢伫遮。看到伊，我可以主动去甲伊拍招呼，伊拢足歹势所以我感觉上趣味的是迄当阵我开始翕咧相片的时阵迄当阵原本2014年3月20号，我们答应公共电视节儿童节目跟老师你哪位？迄一个30分钟的儿童性节目，迄当阵制作人迄当阵我拄因制作人因经理啦经理就讲因去找足侪无共款的业界人去当代课老师，国小跟国中代课老师，他们里面有体育课，因就找张泰山去教小朋友压球，找迄个吴宝春，中国人的吴宝春，去做因教因安怎做拍，找尤媳妇是原住民的画家。色彩非常鲜艳，教美术课，找 Janet 艺人，那个 Janet 去教旅游，然后找马友友，不是马友友啦，张正杰来讲唔对啦，张正杰去教音乐课，各行各业的人去教不同的课，但是有一堂代课叫做公民课，那公民课，你看
张建杰教音乐、教美术、教体育，就有很多画面、很多互动啊，很好拍啊，因为电视节目啊。但是公民课唔知要哪教，找无人去代课，所以尾啊，因咧公共电视迄节目副经理说，慧仁，你来教阮的囡仔做一个代课老师，教国小学生教公民课好不好？我讲这真正很有挑战，很有挑战性的，教他们公民课应该蛮有意思的，因为伊到阵因咧节目副经理讲，你常常做一寡迄个控议的骂政府的代志嘛，来教这囡仔安尼啊，所以当阵。3月20号本来要去代课嘛，但是我3月19号不是被逮捕嘛？啊，恁制作人嘛看到这个新闻，我拄喺翕相时，马上甲我讲，导演听讲你被逮捕了呢。我讲对哦，我即摆拄喺翕后壁有刻度的迄种相片啊。啊，尾来制作人都做欢喜的哦。伊讲哦，很高兴的问我说，那你明天有办法来代课吗？我说我不确定我不知道现在。在这边会被流失到什么时候？然后制作人做完以后，不然这样子好了。如果呢，你明仔会放出来吼，我来给你报出来好吧？然后我给你上去好好卡行一下讲，各位同学，你们代课老师刚刚我们才把它保释出来。制作人刚刚说，这个梗很好非常有画面，又非常的 dramatic。非常有张力啊！你的代课老师刚刚被保出来了呢，这是最好的公民课啊！我说好吧，如果还没有保出来呢，所以伊就一直期待我要被放出来。无想到我3月19号阿嬷就讲放出来了，阿嬷就讲放出来了，所以尾啊就完成这个老师你拿这个公民课。所以伫咧公民课内底，我就感觉讲咱的囡仔教育应该从发现问题跟解决问题，用不同的方式。来给人启发呢，所以因为迄当阵我就开始问这些学生讲，恁伫小学内底最生活做到最在意的事情是什么？大家就开始往那便利贴讲他们最在意的事情，然后就汇整出来说，他们最在意的是什么？福利社。不是喝营养，那个是喝鲜奶。伫2014年的时阵呢，迄当阵的市长郝龙斌。动用市府第2预备金，1年头将近2亿，讲每一个礼拜一天，互学生囡仔啉1罐300cc 的鲜奶。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因为郝龙斌讲，10年前有一个研究报告说，台湾的囡仔缺钙。他拿了10年前的研究报告说，小孩子缺钙，然后10年后说，我们现在要来补充学生的钙。但是迄学生尤其是查甫囡仔，因足生气，因为迄5年拢是礼拜2迄上长的迄个那堂下课时间，伊要拍麻将要种茶。但是因即摆无法度，因都爱跟5年起来分互大家啉，所以时间就变短，无法度去拍球。为了囡仔是安那感觉讲足冰的，伊啉就会落屎。所以迄5年拢乌白蛋，拢浪费去嘛，所以因感觉讲伊这应该唔通开浪费这个钱。所以我讲好，咱若不然。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研究，然后去做一些倡议，开始你们去跟郝龙斌，去讲说你们可以，你们的倡议是什么？是不是有更把钱花在刀口上的那些方式呢？然后里面重点就是我们讲10年前、10年前的研究报告，你10年前，那你现在有没有嘛？现在到底有没有研究报告啊？未来学生嘛，讲要怎么样去跟台北市政府讨嘛，我甲讲足简单的啊。你甲市政府讨一定我爱互你啊，但是咱想看卖啊，啥物人咧监督市政府、市议员？你透过市议员，你甲讨会着，尾就讨着。后尾啊发现讲，当下因即摆市政府最新的研究报告就是10年前的一小撮人，10年后同一批人调查，这个信度跟效度就有问题啊，抽样也有问题啊。就是安尼去讨，我教伊讲会使透过啥物方式去甲讨资料。当我做调查的时阵，我要甲农委会农业部摕资料，伊一定无法互我嘛，所以我透过立法委员甲伊讨，都拢调会到。那种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嘛。所以我就讲，那教小学生发现问题跟解决问题，我大家看一下这片段，我感觉这个过程我感觉足感动的。
张。他们真的能做足功课，展现学生的力量吗？老师，你哪位？上课啦！哇，经过了1个月的调查和努力，同学们带着建议方案来到了市长办公室。欢迎你们来，欢迎你们来。要来谈牛奶是不是？然后就是开问题。这么精彩的，彼得的下来，他有拍照片，所以幸亏。拍摄应该时间再来无好，再来所以就彼得就大家来开讲，拍摄，那么再来无好势。比啊，咱先去上一个好无？咱先去上一个，好不好？咱先去上一个。歹势，我真了无好势，时间。咱先来去一个上。咱来去上一个。歹势。安尼会使，我有讲者。有嘢咯，有安尼会使好，来先看遮哦，即两衫好，来搁一张吼，即两衫好，感谢。好，可以，让比较朝鲜一个单位。好，拍摄哦，我大概这个影片很短，大概还有2分钟就结束了，不好意思再耽误各位一些时间。好，谢谢。今天的代课老师是纪录片发言联会员，他鼓励一群民传国小的同学向议员、市长表达对公共政策的主张。他们真的能做足功课，展现学生的力量吗？老师，你哪位？上课啦！哇，经过了1个月的调查和努力，同学们带着建议方案来到了市长办公室。欢迎你们来，欢迎你们来。要来谈牛奶是不是？然后有什么问题？你要不要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后者哦，在这是后者是。说历年来的这个报告都指出很多人是缺钙的，但是不知道上面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在调查同一批人。这是课堂上一再讨论的问题，准备了这么久，就等这一刻。今天我们用哪一批学生做这个调查工作？重要的是我们所有台湾钙的摄取量。那请问市长，您有那个我们缺钙报告的资料吗？方便拿出来？我当然有，我这边手边就带，而且可能你不知道，我就是学这个。我是在台大教营养的博士，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国人都不习惯于喝牛奶，所以我鼓励大家，你们不喝牛奶的，给你们吃什么？豆浆钙也可以。有问题？怎么样？根据我的调查是，那在豆浆以及优酪乳每100克的那个豆浆，它优酪乳大概就只有20到30% 的钙。90%，哪个老师告诉你20到30%？啊，那不对，网络的资料很多是不对的。哎呀，因为资料收集的不够完整，这群在考卷上很容易得满分的好学生，在食品营养专家面前难以招架。刚刚有说到小鱼干啊，还有芝麻，其实也可以补钙。对。而且也是牛奶的好几倍吧。是钙是牛奶的好几倍啊，可是钙的吸收未必是牛奶的好几倍。30分钟的访谈里，市长至少花了2/3的时间讲解营养知识。同学们最后连准备好的建议方案都还来不及向市长说明，他
他就得先行离开了。同学们的沮丧都写在脸上。这个好生气哦。时间不太够，而且市长一直在重复他说过的话。其实我们是抱着希望能有大人了解我们的看法，可是我们得到的答案只是一个权威者在那里搬弄知识。哇，搬弄知识，厉害！这个国小吼，后年啊也是囡仔讲出一句话，我听到是我是起鸡母皮，起鸡母皮是感动。咱期待咱的后一代有批判性的思考，这种精神。其实我看到最感动。伊讲这句话的时阵吼，尾也无想到讲吼，因为这部片吼是伫2014年的3月份拍嘛。啊！伫7月份的时阵，迄当阵就讲伊是首映，迄当阵看的人较有限，一直到2015年，迄柯文哲当选台北市长了后，这部片才有提出来讨论。为什么？因为柯文哲看着讲，郝龙斌一年开头要2亿，讲要鼓励互囡仔食安尼，伊讲这是他最重要的政绩。但是咱知影柯文哲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嘛，伊感觉讲我为什么要开遮侪钱？缺钙。每一个囡仔，逐工分一条钙片就好啊，伊就安尼想啊，免赔遐侪钱啊，足俗的啊。要啊，郝龙斌和柯文哲两个关起来，迄冤的时阵，啊，就迄网络吼，咱知影 PTT 关键迄选民有无？拄好看到公共电视这部片，啊，30分钟啊看完了后，伊就开始笑郝龙斌，说哦，郝丁丁真的是个人才呀，那个什么。豆浆钙成分有90%，你以为在吃石膏啊？就开始甲生啊！然后就讲你刚说你还是台大教营养的博士，连个最基本的抽样都不会，同一批人还说什么同一批人都无所谓，这根本就没有深度跟效度啊！就开始甲亏啊，亏到后面气到要死，然后尾来国民党的网军就开始攻击我，攻击公共电视，讲就该肉搜遐学生安尼。就无变的，所以我就感觉讲有当阵咱看到，咱足期待讲咱的后一代会使有足侪能力去解决问题。这是我家己要拍这《风吹》这部片内底，伫彼得身躯学习到足侪方法论方式。所以伫《风吹》这部片内底，我真有讲数理术会敢若一个部分尔，但是彼得这伊的人。伊的性格，我也开足侪时间去把它描述出来，它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部分啦所以风吹记录观点其实重点是真正是要做一个很重要 ，Let me stand up like a Chinese， 最重要。就当彼得当初讲第一决定，一开始讲一句话啦那所以我感觉，这我想要翕的。不是一个英雄，我们要拍的不是英雄。我想要翕的是什么？在时代洪流里面的信用。彼得为什么会做这个代志？你看到伊食食就简单，穿热天寒天永远就是安尼。他也没有警域意识啊。为什么？伊最爱读册。迄当阵新店的。册房烧去的时阵，火烧的时阵，伊看到伊的册，我的册全拢烧去啊！你看到迄画面伊真正最爱读册，最爱阅读的。所以我就是讲想要透过《风吹》这部纪录片，好好来讲彼得伊做的代志，甲伊这个人的性格安尼。我感觉真重要。今仔日时间真了无偌好势，因为这个时间，甲大家分享，多谢，谢谢。